總價100萬出頭，可以在保利天和三期拿下一套104平的3房2廳2衛。你看這個小區跟住森林氧吧一樣，平常在這裏行下都好舒服㗎。總價100萬出頭真係好筍，房子保養很好，陽台朝南向，而且做到4開間南向，坐在陽台上就能曬着暖暖的太陽，看看高爾夫景，看看小區園景，讓自己的眼睛享受綠色的世界，所見即所得。樓下就有紫荊眾小學，孩子自己想學不用接送都沒問題，這是一個飛機房的設計，沒有一點空間浪費。拿過來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從小區出發去市區去橫琴都方便。咁興趣的趕緊讓我來看房。